明仔载是228，嘛是林家血案45周年。这案发地点林义乡的厝，即嘛是台北义工教会。教会去年甲台北市府申请列做市定史迹，落尾文化局认定不符合条件。文资委员认为这个所在的性质是搁较我不义为止，不过因为即嘛专法嘛还未通过，所以无法度执行。 台北市大安区一条巷仔内，这栋5层楼的建筑，1楼是义工教会，也是1980年2月28发生林家血案的地点，就是当时美丽岛事件的被告林义雄的厝。伊的老母甲2个囡仔被不明人士杀害，到今还未破案。往地下室的楼梯，阁通看到哪像翕时流落来的火热。 教会去年向台北市政府申请，希望把这列做市定史迹，加做推动民主甲人权的基地，说互文化局驳回。100栋200栋咱要找历史吼，如果干那历史保存伫民间吼，有人家可能会无去啦。所以国家有责任。 爱处理这样的代志。义光教会其实它作为林宅血案的发生地，我们也认为它是一个承载了台湾白色恐怖的记忆的一个重要场址，是我们现在当代在推动民主跟人权教育的一个重要基石。文化局表示，根据文资委员的审查，认为义工教会敢若是5层楼建筑内的第1层甲地下室，地点较好，互人认定是史迹。 有文资委员认为，这个所在的性质较我不义为止，但是文化局讲，目前要认定不义为止，要欠缺法官，地方政府无法度来做。史迹来说，大概像是古战场。我们如果只有指定，比如说像5层楼公寓的其中1层或2层成为史迹，其实这样的场域的界定其实是有一些奇怪的。不义遗址现在也还没有魔法嘛。 就说现在的魔法也还没有通过。在场嘛有立委指出，因为即马立法院还未通过不义为止保存条例，也无法度互政府列做不义为止。教会甲民间团体是呼吁在野政党莫阻挡不义为止保存条例的立法，互即寡保留重要历史基地的场所，通受到政府的重视甲维护，而且活化再利用。记者郭林玉凯在北报道。